哆来咪来啊。Hello，没是鬼告诉。我讲我去打物件，做我咪话咪。啊 ，OK。一般迄个 time 啊，就是帮伊可以 depressurize on his own。嗯，我想不咪对咯，你有当时嘅 depends on 我做係咪搞咯，有當時我 natural release，當時我 quick release 我想。啊，那是講你 natural release 啊，你都係個，你咪係你估啦。啊，對對。啊，你是講你 quick release 嘅，你快快啲食嘅，啊 OK 就 OK，你使係你估就係。嗯。我看你們問你成個煮比個咩啊？感動蠻抓係。你個咩感動？你那是講未煮油，我特別啊做咩啊？我日做滾水啊。我洗是用 boiling water 嚟洗一個啊，แล้ว我放入 hot boiling water into the pot straight away。啊，較快咯，咪較快滾咯。快啊，都快咯。嗯。你半點鐘就會吞食了嘛？感動嘛，感動。35。嗯 ，OK。OK， 我咪實啦，本來學嘅，我講鬼告訴我試下先。哎呀！誒，大佬呀，你開車，我咪講鬼告訴，你叫我，叫我教你講家長講啦，自己是我after 咁了啊，我咪走去搞拍殼，我咪計講故事咯。嚇，แล้ว你講物件，叫你起來正講下。嚇，叫我講嘅代表我未記啊，我講下面嘅叫我 Laugh again. OK， 等陣啊。我未記啊，我叫我講下面我未記啊，就叫 remind 我啦，不如計講。有時一講了，咱人講我未。各位聽眾，歡迎有人佢再對來聽邊呢？啊，死別聽個鬼嘅故事。這個禮拜，我嘅特別嘉賓是老焦加工，歡迎加工。個有老焦哆來咪，歡迎哆來咪。Hello。個有老焦奧地都歡迎。Hello。這個有老焦大兩塔歡迎。這個禮拜，這拄好錄音時，個無拄着當人神經。幫本來我跟節目時，個鬼要當人神經。都今年2018年，免了啊，會出來啊。今年2018年，我免 skip 鬼嘅告訴一個節。你特擺我 skip 鬼嘅告訴嘅，特年啊，因為是真正是我 skip 鬼嘅告訴啊。啊，今年都我錄音嘅時候，個無拄着真正話，放嘅時個無拄着真正話，所以今年2018年啊，有12出鬼告訴。開車。Yes. 歡迎。Hello. 今次叮當錄音時，就講路人留掉講鬼故事嘛。你人家人走啊，最初呢，人呢個羅 Ken 是留到啲白地棒經嘅事啊。你在做留到白地棒經嘅事後屌加雜寶寶。讓羅人困去啊！我早回時，佢我去做面食，所以我看嘢羅人都試過。我問佢羅人困病病。就是怎麼報告我講，我頂禮拜時候，我請嚟時間我個阿龍轉到你房間嘅。都做埋龍車回。當今阿龍咪是冇車個，當今佢困到佢小落啲黑餅嘅，頭先話第一個要。咱這困在村裡一人爾。當我真係村一人爾。成件事就一人困。OK，但係講鬼故事，有時講加工加開車留就講嘛，特別加工留落冇，未記講物件，所以開車未必係當下超加工上話點知講鬼故事講咩？是講鬼講講頭嘅嘛？哦，講頭嚟講。
跳只我講，伊講什麼？講一句吧，看只人掉光頭過。我唔使講掉光頭，你想，伊人嘅伊人嘅伊佢人成日變形去，可能就係嘛，或是點點破病，可能有。你話真係再講一個人掉光頭。OK，即係我前面講嘅是。去食講未去食？我講嘅，OK，個幫人成講，伊唔是講，伊無看病，特別伊做嘅物件。款無相去啊！了普通嘅較濟現在都是一個大波。會趁一隻波。買嘢波，好好賣，了食啲買個。了去愛一個查某，愛甲真正無理由嗰種，佢暫時人較一個。點解美現啊？肯啊！就掉光頭咯。較濟人是咁講嘅嘛。對。因為你話，我捌看過迄人，我捌看過一努力啦，甲水到換到身邊啦。你看咯，伊嘅生理了無驚，了真好誒，特別。伊為咗一查某吼，伊會比較，伊囝買哦，厝本買，還咪本買，愛一個查某。特別有咧唔是光頭，有咧是個機成啊。對，特別佢幫個人就都講得下，光頭咧。那偌人哈？你就俾我看過一個，伊是有影，是做光頭嘅，喺做啲嘢查某嘅嘢，有你知啊？即查某啊，前啊白人水嘅，伊少年啦，20歲通嘅那款呀，見只前啊水就一啱嘅。了伊就特登行路嘛，古早人都是出來做工，都無車無關行嘅嘛，就。然後就叫打波。做下啲 music。嚇！我就是你驚啊聽？我冇驚啦，我是跳住。可以 mood 嘛？set mood。係唔知喺啲搭波唔山鬧，因為搭波個佢橋，然後其他樓都冇嘅，我每路都係搭波，你搭波矮咗啊！就所以呢搭波就是矮咗，that means。就愛扮迄人平常 well， baru kita stay back baru 就可以捱嗰條。對。特別有可能suka putus關咧，你suka？你是 suka putus關了緊啦，但係 actually 唔是 suka putus關了，我冇人帶。伊suka。嘅查某就少了。putus關是問題，計咩有隻鬼捱咩？計咩有隻鬼？要有見啊！你冇有。個轉啊，轉女啊。嘅咩咧？肯定過嚟。轉女。就唔可以有見啊！就唔可以有見。你哋依有隻鬼嘅切一聲。就唔可以本見到佢唔可以本是安尼嘛就。So anyway， 你行實際去抓隻查某，然後。伊注意隻查某，隻查某特別行路地巴背伊下邊啊，然後伊就注意啊，在佢隻行路褲咧，你係你跳啊，咪是畫家補，然後伊人就去搭個去吹你做嘢人，係對。嗰隻查某就佢而家絕對係去做嘛，然後伊就去隻查某就去吹下你做嘢，你知哦？做物件啦，就學你做嘢啊，按照白格我唔知啦，特別係啲啊你查某係你跳嚟嚟邊都就，但係查某講抓住伊啊，DC 會計教練，你教隻查某教練。可以做查某啊！做查某係搭波做老了，搭波真老了，有雜鬼啊？邊邊有雜鬼？都是啊，伊就做啲無可能係雜鬼。查某baru 加20通呀，你知哦？了，
了做嘅查甫了，你查甫係爸嘅嘛，就叫被准可以教你學即個答案嘅，安尼鬧都安尼都無相教，你知哦？佢咪無相教，意思幫你教呀？還呢？還了伊個爸嘅嘛，因講無可能伊會自家嘅答案嘅，天有無可能佢自家嘅答案啦。了就去找去問，了人哋講伊做咗伊就啲嘢。你按照去問，你問人講啥物問？唔知問住一陣時伊 parent 去問啦。特別伊發覺到講伊有A項。伊改袂到。即查甫就做，你教伊學啲答案就使咯。你教伊學啲答案咧，有影伊查某識線了。都會。查某識線啊！你講。查某識線啊！每路識線，事實上講係 BB 呢嚇。因為未寫正常人接4點正常。特別伊就是你別甲伊講道理就對啦。講人唔都講啦。他呢是我一話少啊，一個安尼 happy go lucky 嘅人啊。人家按照啊，伊無可能即答案啊，伊袂idea 嘅。你講這個有實個其中一個我較早講嘅老咧，其中一個乜是上咯，伊伊愛到一個老爺吼咧，伊當時伊嘛必對伊個某個厝哦。我未試試外口嚇，伊已經有某咧嚇。有某咧，แล้ว人是嫌伊講即查某做伊嘛。有某有驚咧，伊成日做咧 OK， 食 OK 咧，แล้ว伊鬥家即查某嘛，แล้ว人就是感覺講伊做。食一物件看到啦，伊心諗，了當時要對伊厝啊，然後帶伊某囝去 shopping 啊，了食物件啊咩，了伊就講伊 feel 好嘅啊嘛，伊嘛想 OK， 我今日 stay 到一邊哦。伊俾我伊困伊唔知一下呢，困無即係未困未入邊啊，伊就要白起來要對嘢咯。伊上面嘅叫伊啦嚇。伊無啥baru mai tu WhatsApp lu lah phone lu lah video call lu ah 伊無誒嘛tapi 伊未困，然後伊肯講伊白起伊未對，伊就要走咧。伊是伊家己厝啦，是講伊未大久啦，伊未大爽。對，伊家己厝，伊只久伊未對來厝困嘅。所以講伊當時肯對來啊，你就講啲厝困一日啊，本未啊。未落。แล้ว即係查某啊，伊個做過一叫打波啦，伊家己翁啊。上前查某啊？即係我個幫是多是路嗰邊嘅，是前一派人嚟嘅。即係出嚟社團走嘅人嘅，派打波嘅。特別啊，伊教完了幾後啊，伊物件個了，平時學伊冇爭嘅幾後啊，伊就實個人外口叫伊。學幾工嘅。嗰時對伊冇講，出伊冇實成個 take over 嗰啲啊。對，咧伊冇啲外口安怎啊？伊乜掂，人講佢學幾啊，叫佢學。伊是一個社團嘅人，其他派嘅人嚟。即是特人在多啲金邦嘅人，佢都在。特別伊佢又熱變加，而家想學幾嘅。即係唔一句咧，攰嚟人嘅。過嚟啊！係咩嘅？你講咩？再講咩？那是剛剛。就那是剛剛。就那是剛剛啊！那是剛剛我捌聽過啊，按怎做那是剛剛嘅講頭。我捌聽過。比功夫驚，咩功夫驚咩？嗱，自己英國點嘅朋友講啊，這裡車堂了嘛？車堂我看伊做剛剛啫，伊卡。那是剛剛是蝦米來？公頭來，蝦米？嚇，係人嘅背啊！無，伊公頭是安怎？嗱，你叫解釋，你走去，你叫車堂嚟講啦。
回來是啊，就貴是那查某唔會伊 rice cooker 裡面，一回就起了，不要呀。冇啦，特別我聽到唔是伊個會，我聽到嘅是伊夾伊查某嘅歌，我唔知講伊特別是嚟過經嘅啦，伊查某係特別夾一哦，伊死我不如甲煮飯，我聽下看唔夾食我煮飯，我伊個你要見到你食你硬食伊個飯。不，伊是安怎講？伊會夾伊個飯嗬，你煮食一飯，伊嘛是伊有 steam 咯，伊有熱氣起來咯。咧伊你夾伊一個查某咧，就去伊薄薄到啲頂面嗬，伊個咧去烘伊薄薄啦，烘個薄薄流乾啦，流乾伊就夾伊個乾燒起來做伊個做那是剛剛啦。伊愛都未食嘅，愛都未食嘅。我你聽了是成個查某生囝嘅事啊，伊做好伊薄薄較硬就按到對啊，伊用去斷了，去斷行嘅，你知唔知佢咖啡啊？你自己貴咖啡啊？要開團，唔是隻咖啡是貴不路。貴不路。就是 OK，嚟講到啲那是剛剛。講緊你好調戲咯。最多我啲都下啦。嗱，我你講到你那是剛剛啊，點解咱馬來西亞有一出戲，只有河南戲啊？One is three dot 嚟啊。哦，對，我聽過下。伊嘛有做咯，講按照做即那是剛剛。哦。就會告訴我伊個紅對唔好嘛，那一直做那是剛剛飼嘅紅隻，那是那後尾紅個對就好嘅。哦。那伊是上次啱講啊，伊就背嗰時咧，伊騎 over 佢哋下個月背咯，背位。背嗰時咧，伊個薄嘅掛地落去，那伊就插到咧背嗰時可以紅隻。哦。所以佢發大。即是你講你紅對路講嘅你看咯，就聽佢話。特別啊，伊個人丟咧，伊個大波啊，伊無天氣就伊講，你看14年就。哦，14年。伊個留喺你身邊啦，特別伊就無上加。哦，唔是真人去啦，嚇！伊變唔是一個機器啦。嗰邊咯，伊啥14咯，伊無上加伊正啊，伊一做講啊。無呢靈嘢啦，伊上加識靈嘢。監是有款。差唔多啦，我唔知啦，有你先。那是剛剛我捌聽過咯，是講響嘅下到啲，係咧。有咧，係咧，佢叫做住在這咧公頭呀，是日本佬伊，因為日本佬伊在這公頭面。要買咧啊！日本佬伊要做少。對。Because 伊是閃嘅嘛，你特別吹到對啊，你上排人個假掉伊個公頭，當時我聽是講，所以伊成日講伊這是這是閃講啊，你特別去吹到對閃講。哦，馬來亞講啊，你看到對接口咯。馬來亞，有時講話那係講石白咯，其實冇啦嘛。有嘢咩？冇啦。就啦，邊條巴比啊？再講車。哦，車蛋啊 ，River 哦。哦，個蛋。我諗個仔有個厲害嘅咯。แล้วโอเคก็講到啲講頭。有咧。係你講啲講頭啊，之後呢個對我是嘅，之後嚟講你係佢講點解你幾難打？你講佢講你係很公嘛？對。你是講OK，我會記講是 last time，即係很多公出現嘅事情，啊啲嚟當我們是冇俾咩7歲8歲嘅，啊啲一年級是咪講嚟講嘅？แล้ว你就是想看你講哦，把我聽嘅故事，你就是講我是這個華納堡。แล้วอีสิตัวว่าเลยคนตัวเขาคือเป็นไง
哦 ，maybe 的伊迄个大，maybe 無像啦，無我會記得上講是大藤就半啊，無我聽 version 是講伊大關刀好嗰邊嘅。哦，那伊就愛講佢家己 forever sweet 啊，所以伊就嚟講佢來吹毛毛後面咧是，然後特別講咪即係都公公咯，講伊就你聽我話講講咩啊？伊就佢只多起大嚟面頭啲嘢，然後暗啊起大咧是我如果能夠坐在一邊啊，伊就縮落去咧是，我就水咯。哦，你講伊咧可能就冇要爆頭嘅。佢哋是 I think 冇啩 ，I think 爆頭就冇講就係興嘅話，但係我會記，I thought 我會記是伊是爆頭啫，行到咁。我講我問都冇 describe 我講伊有爆頭，我講是華南茶波那是我個爆頭去邊嘅 area 誒，你知咩？伊較就是成個我擼人嗰邊嘅位，你我係聽到嘅是到底誒冇啊，我係唔是，我係阿拉米亞 ，sorry 你唔係，我是到邊？你哋那話講過，你話講過，那你講是。你講佢多藤就換啊，我聽係咪先？呢度啊，講到好。你成日都這尾巴黐起啦，這巴牽巴，嘟巴。你是計驚啦，計唔敢去看戲啊！好似就先，講講去大時看。還傻掉呀！所以唔敢去看。我葫蘆嚟數。喲！迄個物梗後生。所謂嘅後生啊，所謂查某後生啊，所謂你變做嗰啲 game 名要查鬼妖。鬼告訴我講嘢要查鬼妖啦。你諗過聽過係咪公頭嘅，係咪北行嘅公頭嘅歌數？漢族公歌，誒，但係我另外一個未講嘅就是咱講就閃光，閃光頭是。領導是第一件啊，因為閃光頭你特別你百回來 imported 嘅啊，係光頭啊，你夾派解啊，正人冇咩好解嘅。誒，我攞未記講有一間便當，有一間唔是即光頭昂嚟啊，係咪？講係貴辛苦嘅了，特多嘅啊，貴昂。貴昂。嚇，講話。好見你啊 ！Oh my god！你除了肯定，都係咪？別，伊是 a distance 啊，有一道嘅時我去載我嘅 nephew 嘅時，我條車囝，就是這個人嘅厝吼，你徛到厝外口，你是暗嘅啊？無，伊是徛喺厝內。哦。你看到伊厝，伊寫一個物件，嚇你真正驚嘅。你飼魚，你就吉利啊，看得到。對，你看到你摸摸佢人，係了，我每日看到外口停一頂，一環係垃圾嘛，停一頂係垃圾嗬。係垃圾咩？係咩咧？Toyota 係啦，反正係冇必夾嘛。OK。แล้ว我個看到，伊寫了鬼王，我覺得原來這是出名鬼王嘅厝來。我看過到啲咧怪談嘅有做伊嘛少。對，你看小英嗰個垃圾毛毛咧啦。有啦，一邊就冇驚咯，看到。這把光。這是阿毛把光。Jerky 啊，特別這是糊嘅喎，阿希頓啊係八卦。糊嘅頓啊特別係八卦。我偷錯啊！都冇啊。哦。你家想個，你話呢？毛毛。呀，就是迄鬼王，伊出只咧物件嘛，幾件物件咁了喎，伊唔是啱嘛，然後這是一個基礎來啊。你講伊是徛嘅厝內，伊唔是啱咪。你講伊是個基做一個基興趣，你睇物件，還是伊實是，伊是唔是？有樣就是我冇明白咯，伊驚哦，你看到伊是伊人好誒，伊想甲人講話是安怎伊亂仔嘅人怎樣？我唔捌看過正啦。Miku啊，係咪做？啊，我去杜人姐，我跟Besta個人講白。啊，OK，啊，你 Besta 你去到？冇啦，佢都 customer 頭嘅啫。哦，OK，看那是我記錄個對嚟啊嚇。嚇，我會聽，拜。我俾個咁半嘅講頭嘅歌數，
你咪講緊個渣，你今日看調查又要呢個頭夾去最頭夾先。OK，拜拜。OK，拜。แล้วแล้ว阿毛有講頭嘅阿毛，係 Asia 嘅 concept 嚟。唔知道，冇有聽就有講頭嘅嘛？啊，對 voodoo 對。有時叫 voodoo 是荷蘭嘅嘛 ？Black magic。有啦，阿毛咪是係啲 witch 啊，咩warlock 啊。特別講頭就是 black magic 呀。阿毛嘅故事，古早嘅故事，咁了嘛是有講頭嘅嘛？你聽伊個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嘅故事，咁了伊人嘛有即個講頭先做講頭，可能會愛別人啦，就做毒俾別人啦，安尼可能。你入邊佢做慘喎，做人。嚇，做慘嘛是做愛啦。好，一做了學生，可能嘅頂破現可能。特別意大利嘅人咧，意大利甲西班牙甲法國嘅人，伊人嘛是有，伊人成個國政界時啊，家政嘅時啊，伊人家己要點合格，伊咪互別人扣趁。啊是咪有 DNA？ 你咪扣趁。伊個頭毛嘅伊個政策，你會做講頭啲咯。對，我冇聽過。誒，幾咯？當就是人相信嘅講頭嘅嚇，我就冇咩相信喎。我相信。你相信啊？我相信。我想，我真係做咗，我較相信鬼，佢相信講頭啊。我去到嘅時候。我忘掉，我去你在馬路有嚟 shopping mall， 有成個閃人嚟做 fair， 可能賣閃衫、閃鞋乜物件。我手我忘掉嗬，我去可能 fair 時，我後背把隻互人打隻，我掉光頭，你知哦。我梗驚了，我今日拍，佢請我今日拍電話教我姊講，你迄個貴接落來幾禮拜嗬。我有一道我去到嗰時安款嘅 fair， 我教佢姊講，我梗係驚你，驚我係 dream come true 你哦。哦，你更加有嘢就講發生啦。我驚嗰時驚，伊個網真正，我都個I wonder，你再去上地時有驚，咱去上地鐵佗時，我無想到我去上地時，你再去到落一時間，你話可能做到。有啲上地好做一時，我就路去係咪咯？那時你去叫雞啊，嗬，然後以後你就講好啊，時你直接要到對去吹咯。有啊，我聽過，你可能告訴我，我冇聽過哦。點解我冇人講過嘛？去追啊嚇！我都未記啊。下次看毛菇冇來過。歡喜來啊，歡喜！你相信講頭歡喜？你係boy you dangerous 咯boy dangerous oh my god boy OK 嚟嚇我相信講頭你相信啊嚟講話咗我實冇咩相信講頭我冇看過啦都聽人講嘅嗰陣時你講看到佢哋個濟人會嚟去 station 啲泰國啊、柬埔寨啊啲印度人佢哋嘅國家嘅แล้ว我เป็น我個 friend เนี่ย佢จะ make 冇條 promise 啊講我個路我錯路啊一做了對啊都是害咗伊啊我就是攏聽到是打包做打包先再講頭攏看聽我識打包就打包。偏偏那福你嘅 sauce 出來，你聽到嘅 sauce 出來。我個捌聽過本係咧，就可能生理做唔好嘅咯。我未記啊，未記咧，成個伊生理就是做唔好咧，時候我發覺到又唔知係係到一個鐵定嘅上面到底頭邊到底伊個咖啡出邊啊。就係黑上緊我。嚇，對咯。
你做好你啥無順氣啦，你都除掉你物件解，你鐵走起就 OK 啊喎。講到講頭，但係我看到一個 episode，我好似看到 Supernatural 物件，然後伊講即大人有一款嘅物件。等陣，我俾妹女食咩鬼？先食鬼啦，唔知叫咩啊？咧，有隻隻 nuts 入面咧。了。我係成我看到佢哋，另外意思講。mostly 就是 parents 做嗰個嘅查某囝位嘅。哦。做咩咧 ？Because 樣囝伊查某囝去甲大埔落人困啊。So then 伊人做即款嘅，成個公頭款咯。伊是叫咩？Soul 嘅，唔知叫咩啊？Soul 寶寶。something like that， Soul 寶寶款嘅。然後。So when 伊查某出嚟 boyfriend， 伊查某 get 出嚟 boyfriend 時，佢咪講大寶提數時，別做 something 就伊是別接去嘅。哦，伊唔知是。所以 remain virgin， 一般是個伊即個 auntie 有做 for 人。這是 Asian 嘅啊 ，Asian 啊。Asian 嘅，伊實是我冇做是 Malaysia 嘅嗬，是看過伊嘅 interview 就按伊嘅。伊講 every time 做一道，伊買就一個 Chanel 嘅 bag， 伊講伊 charge 是一個 Chanel 嘅 bag for 做安尼款嘅工。So 為了人嘅保證曉嘅嘛，所以伊就開門口拗路嘅款嘅嗬，然後伊按就做伊啊。So every time 伊係咁門口別人別做掉安尼款。特別嘅記嘅嘢啦，得出嚟嘅嘢。哦。我唔知這個嘢我啊，但係啲 auntie 真係類，嗰時一個人揸上嚟貴嚟。Chanel bag 一個貴嚟。8千嘛，有10千嘛，到2千嘛有。幾千？10千啊 ？Ringgit 啊，唔是 $啊。係啦，我咪是 ringgit，咪是貴個，10千是一個20千塊，係啦 ，US dollars。But 我呢貴嘅 bag 嘅咩？我唔知。我呢貴嘅 bag 咩？有啦。就是 loaded。然後得 OK， 嗱黃軒嚟，唔是查某婆嚟啊。Hello。呢張就告訴佢查某婆。查某婆我未聽，我當講到公頭啊。公頭。係咯，我是講話你怪談，所以我嚇，但係是你看到我講怪談，我看到佢哋鬼王啊，變靚嘅。哦，看到就是被呢個 discuss 㗎，嗱，即哆來咪 enable 啊。唔是 neighbor 啦，好見嘢啦，冇想得慢呢。一擺喺咧真嗬。真，你講真，我馬路唔俾好。喺咧鬼王有賣一個 amulet 啦，是一個查某入面嘅，正古早嘅 picture， 古早翕落來嘅小影啊。正小影啊，唔是畫啦。唔是，即係小影來，伊賣 as amulet，就講你咱嘛去買紅光牌是有咩回想，反正即叫是一查某鬼，就 literally 一查某嘅小影。伊鬼是，伊是一查某鬼死啊！伊講伊找一個鬼王來 help 伊啊吼。After that 伊大人鬼王咯，咪可以 power， 你看你可以買 amulet。amulet 是叫做叫咩啊？比方就講燈解啊，燈解啊，活擺啊，咩擺啊？你個人叫燈解啊？唔是燈解嚟嘅，唔是燈解。燈解是啲鎖嘅啊，鎖啊，鎖嘅。燈解成個頭咧，邊啲嘅嘛？依嚟，即係是情了成日。一擺呢啦，成一擺。下擺你睇掉，你去看下，你我 send 好你。你知我頭先看到鬼王嘅information 嘅事啊 ，video 嘅事啊，是係你邊咧古早講一個囡仔伊嘅。我講睇死啊，係袋 bowling bag 嘅嚇。伊個頭嘅去掂啲係你講嘅位啊。哦。係你，所以讓車過氹來除伊個頭出來啊，未必個頭冇。我除掉。你啊，除掉。鬼氹除掉啊？伊件係你，我幾個 episode 我會記得真清楚，伊件你泰國金啊。來嘛，掉一個數，然後叫伊 answer 咯，你看伊轉嚟咗。
伊甲伊讲，这是怪他们人做啊，怪他们人做啊。怪他们师傅做诶，師傅就是摇安尼款 ，no 就是买摇，伊会 understand 呢啊，哦，伊会 respond 呢啊。你去到落一枚，一处啊？无样个迄个咧 funeral 会去到。哦，我會記，上個答名可能了。我會記，就是迄個 episode 做了了去推幾昂。過來頭講唔對。迄個影影 case 就是迄個影影 case 啊，迄個查某囡仔啦。佢實有聽咯。就是師徒師傅怪談嘅，伊去一個大白嘅暗。哦，黑白無相啊。嚇了。大一白暗。了。大白暗梅啊。伊人大一白啦，大一白加師徒師傅去邊啊。哦。但我會記講伊是啲喺 funeral 係被做喺你泰國咁嘅嘢。哦。我知迄個大一白咧，就是ผม我 understand 我知咧，就是正嘅啦。係咪知就是正？幾昂嚇，對。啊，真係嘛，去邊咧啊，看下你咪時鐘分銷啊你。哈，做了幾昂咯，幾昂嗰啲咧是講伊叫伊個 followers 啦。哈。做看。幾昂啊？哦。食鐵釘嗰時候 live 照你看，了夾咧鐵對甲鐵釘肯對伊身軀啊，未流血未接嘅喎。哦。只勁嘅，了伊個夾咧鬼出，唔是鬼下咧。鬼驚？唔是，伊講伊真坎坷找到安尼款嘅人，成個人有死了死去呀。嗰是掉暗死，嗰是特別內面嗰時你未俾佢未出事。伊夾下咧咪做咧死油啊咪嗰啲，伊夾一罐翻出來看咪啊，有咧是伊無去燒伊變下咧死油，即一罐安尼款有血啊，長安尼款，喲嗰啲嗰時一罐，你講即係夾淡薄呢就食包袱咧，攞做下面本嚟使，特別是無開啦。哦，呢是 Dark Force 啊。對。你那看見了，自己攞看到我當然看到就是。Oh my god！你scroll 嚟喺你查甫入邊，喺你就是喺你查甫伊用嚟做入面，唔是有隻查甫嘅 scroll 淡薄隻。知個啊？唔是，這叫查甫有寫入邊咧，看到？一看。伊係正小英，你 scroll 下底個邊嘅小英。Oh my god！我唔敢寫對話 Google 伊。我頭晚 Google 伊嘅是伊寫有厝有一個查某鬼家搞厝嘅，唔知是咯。咪真啊，是唔是？伊無寫名喎，我頭晚 Google 伊。同你面有 Facebook 嘅咗，我都是病。你記 Facebook page 會做係咪啊？我都是病嘅。會使講伊頭晚唔要緊嘅，因為伊希望有人去吹伊嘅，對，萬一冇掉。好啦，我是知呢，幾寶呢？嗱，哦，伊是寫咩嚇？還是Burmese 意思是我唔知意思係咩。你去 FB 會吹 Ghost King Fan Club，你就看到佢哋查某嘅 amulet。個 fan club 喎。哦 ，fan club，但係我冇看到你查某嘅面睛。哦，我看到了，唔係啊，嗰啲你看到伊面嗰個啦。係啦，佢太小英嘅 story。Hello，我冇看到。你去 Facebook。哦 ，Facebook。因為那個緊嘅。你感覺啲查某看了你誒？唔係啦，你就看做啊，我都冇 imagine 你看到我，而且我你看到了。等陣 Face Industry 咩 Ghost King 啊 ？Ghost King Fan Club。Ghost King Fan Club。哎呦，試我唔掉，試啊！Ghost King。你真嚟掟你 finger 是掟唔掉。Yeah。只看啊？掟落去，佢嘅看呢邊。你晒起嚟啦，伊 iconic。即係啦。特別要俾嘅 amulet，你去 scroll，你咪放喺袋晒。呢邊有冇寫加工喎？你查某嗰邊有冇寫水嗎？特別看你小英嘅嚟做 amulet，唔是淨係嗰啲咩？你冇叫我訂。哦，嗱，誒，我而家有冇寫加工喎？呢邊？lu baru cai. Jago na ko tapos sa kaluwa.
哆來咪，他們我聽不清楚，你講伊個 temper 我都明。把腰冇掉啦。那你看這個 Jimmy 哦，你看，那伊都 OK，都 friendly，你看。伊只 friendly，我 icon 有嘢。哦，我就是講我伊看啦，伊大卡來啊，唔是變成 island 來啊。no， 多少卡來？我錯佢一齊。那你伊 friendly 話冇數都蠻氣啊。哦，冇數嘛。我會記講啲電視機頭先講，我愛累呢，所以我做下面讀嘅物件本嚟使。哦。哇！佢打波，佢打波上加馬騮啊呢？伊古早上個無帶拄安尼學入邊咧，古早上是加 normal。這件是怎樣啊？這件啊？中國山係咪千里到係咪求法？哦，伊去拜師係啊。這是咩人？等我下上，如果我再來，當天的哦。中國人。是吧？我發自內心來說，我就像你說的，我對你真，你對我更真，我要用心。係成日冷落你啊！咁你對我絕，我對你更絕，我感覺。伊他只件是講咩話？伊嚟講。啊，嚟講啊。不要鬧着玩。不，我現在來找你來了，我就是不想鬧着玩了。我知道，我跟你講，給我電話回復，聽到，我對我講什麼，我說什麼給你，我就講給你，很好的東西我給你很好的東西，我就對我講啊。你講華語是冇？嚇，你講華語喎。要講話即係話就對啦，是咩是華語？伊是蝦米種嘅人？伊陪伊嚟學嘅蝦米書？長人嚟，伊唔知是安尼，啊啲。伊去讀書是冇？神秘丁嘅。冇 ，maybe 伊咧寫物件接伊陪。伊鬥卡手人干忙嘅是冇？冇，唔是干忙，伊做工頭呢呢。我做工。未必係嘛？你剛伊本有做嘅。嗱，你看應該點？咩？哦，我有啲冚嘢 ，sorry。誒，即係看你光頭嘅生意會使馬來西亞嚟個咩？我分開做。但係係咪講俾佢講？我打俾阿托呀。你每項都 SSM register 冇啦。人要相信係咪是人嘅事嘛？所以生意是，伊嘅生意是。就人相信伊嘅嘛，所以人要相信係咪是人嘅事咯？伊嘛打。哦，但係你真係關 OK。而家冇人逼你去嘛，你自己愛去嘅嘛。啊！第好人講講頭咪第好笑就是係咧，人嘅飛機拍緊啦，係是係咧。呀！啊！有咪到啲咧。Actually 啊，保姆特別保姆唔是做工頭嘅時候，保姆是成個人做法術。保姆冇人做工頭。伊做亮鏡了做工頭，安尼款嘅物件啦。去飛機鋪嘅保姆嘅名是蝦米啊？保姆蝦米？曼拉巴斯。伊去過來嘅啊。哦。去亮。去波比嗬，可能會吹彈伊個背。哦，係啦。啊，แล้ว伊個人個牙啲字出。哈。入誒牙咯，個咩？特別係我冇諗過，咱老實講啦，頂住時陣時講是好笑啦，特別你成時講有蝦米事是想講頂住伊叫你囡仔着，你靜蝦米真明阿咪啊，你玲下，英下。伊條時候，你咪是無法度，你咪是，咱即係別人外國人看到咱叫佢哋怪談嘅人去做，咱別人外國咱咪是笑人，對哦，嚇，梗係見笑啊，笑咯，
所以都本時嘛就愛去甲人講 sorry，就愛拍報紙甲規世界人講 sorry。以前的看，伊人些事就是講你出來人去救的無啥，伊是家己要伊 limelight 咧嚇，伊家己要去出名，伊了是伊家己假搞你知喲。有事咯。你講到嘢，我想起一個物件，唔知是小英還是同志怪談看來就對啦。伊成日講佢哋人跳死佇海啊 ，maybe 你找袂到伊個 body 吼。嚇。了臨時掛落去啊。哦，臨時掛落海啊。對，這些是台灣人相信物件嚟。哦，台灣人相信。公務人、香港人會相信。哦。這 ceremony 臨時掛了，臨時掛落去啊，無久就看到伊。伊身軀就浮起來啊！伊樣做只濟，伊樣佫去遐個 dam 那邊啊，你知古早遐個家業的，遐個點死去的浸死的。哦。遐個邊個嘅遐個 dam 那邊啊？到底我batu bring giving 嘅。嗰時我唔知樣特登。加 K 過。你高齡轉那邊，你高齡轉小比賽時有到 dam 嚟。到落八行去，哈。樣 practice 樣冇去下了，阿妹去嘅，了去下個金紙啊，冚啲目睭下邊啊，叫伊死去嘅親戚嘅名。因為聽到伊嘅親戚嘅聲。你講你，我親戚未出，你知有只可能，個小啲水那邊個。哦，我當然好像小氣，我定知道朋友，我同你講，我當然冇咩會記人講幾個事，我冇寫起來，我就是袂記啊。特別我這裡我會記就是。我講我朋友嘅爸一個人啦，伊 family 一個人啦，我朋友，伊嘅爸是個人最邊看戲是最種看戲聲。Sorry， 我未記 mute 掉。我哋看小英英嘅，小英英嘅。哦，未怪啦 music and dramatic。你係伊度伊成個一落來咧，成個大漢，我朋友講成個大漢，伊就知講伊爸有當時阿妹啊，特別點鬼啊，人出拍定來伊厝咧，伊就出去啊，就係爸。咧是伊就是先個人掠鬼嘅款嘅，然後伊到底人教伊嘅事咯，伊講人教伊就 curse 伊愛人教伊真係垃圾啊。咧伊嘅厝人去人教伊嘅時候。我本來叫人教伊對嚟嘅，老師伊對人教伊時，伊會知道就成個有成個接物件，可能垃圾物件。伊講伊特別 on the way 對去，所以喺頭尾度就對去，喺你別行嘅別自己講，伊到底伊住呢位，伊講講坐到坐上班啊，坐 ferry 啊，坐 ferry 對 mainland 啊。伊講伊唔是 ferry 啊，伊是直接上人摩托boat嘅可能，伊頭尾嘛。咧，伊講伊嘅紙後，伊個每紙係是每紙是鋪出來，即是別人幾人肯查某做成掉。咧，伊掉咧，伊掠伊個查某，伊講成拗後，伊把隻手伸掉，伊講伊拗出來咧，是伊嗅到啲伊個海位啊，嗅就啲隻摩托車啊，嗅到啲海啊，伊個水成啊，有一個人拔倒落去水呢，啪 splash 起來，你看那大缸你知道？哇！所以拗咧是一掂到啲，講佢攰一成，我都講就試過，我就想佢成個攰立試過啦，boom 就掉邊，水 splash 起來個了咯。伊講攰啦，到咯，一直拗啦掂，拗啦掂，一隻攰隻，然後冇想出來就啲辛苦嘅。係拗 insect 出來嗬？伊唔是拗 insect，伊拗成啊，伊無保行嘅，講看到是拗成啊，配呢特別，伊掂落去水嘅時，伊呢伊舉手掃落去水嘅時，伊變到成一個人 boom 落水呢，可能是一個大大粒物件落去水，伊 push 然後起來，你知喎？OK，時慣了，我等陣都係講降頭啊，我嚇，嚟當然講，你聽下降頭。你講下你降頭啊？做查某嘅降頭係嘛？講那是咁緊嘅。嚇，即是唔是做查某啊？是查某做嘅。查某做嘅，冇係是假做啊，如果是嘢 regular customer，直對。哦。了，係你。你有冇俾 clarify 先啊？那是剛剛是伊可以接，特別接到背嘅接到呀。伊唔是那絲啦，即係是水嚟嘅。哦。伊是伊掛啊。伊翕伊嘅 process 安怎做？講，小妹講下，就是我聽到大媽我講嘅，你講下講哦。你講嘅是伊 steam 嘅 day 嘛？
这个唔是，这个伊样去沙巴那边做的。我下面點坐一個機啊，一兩個機啊，你看咯。我有個機做過，伊做過一個光頭了。然後伊把路小厝，然後累啊，你看伊嗰陣你打波滴滴。到對嚟。成個頭媽講。你只未困啦。啊，對去伊個位就對啦。樣無店下面無像個即個貴昂啊，你看有 office 啊，咪無嘅。所以樣去等。咩事？入去像個 forest 那邊你看，一般冇幫到下面，just randomly 是嚟阿媽在啲下邊800塊嘅。Yeah。然後隻 assistant 是打包嘅。哦。然後就 start 做了咯 ，start 做係水咯。然後一按做 process。啊，一種電腦下面嘅嚟呢，比如8都用過嘅。你是講你人棉花查某棉花，用過咧查某棉花啦，特別是來過你。應該聽到。巴比島。月經來是棉花啦。用過了誒。用過了誒，唔是日清氣嘅。你特別黐嘅哦，特別想個把你個用嘅是。冇黐一些單啦，咕嚕嚟一個字嚟一擺嘛，你特別是within 10個字。有係成日炒嘅咯，對呢啲嘢應該是正炒嘅咯。哦。個有一隻巴比島，所以都係嘢先落後面嘅嚟。哦，個巴比島咧啊！一成個是麵類嘅，都就第哦，就是講麵類嘅。然後伊人嘛，嗰啲特別麼？因為師傅喺度看做，然後佢哋整固啊，都做米飯叫佢哋出來，然後掠下咧咩 frog 嘅咩？格特布魯。格特布魯唔知安怎掠一隻格，伊係等於掠一隻格特布魯無死嘅啊，跳嘅。然後而家格特布魯掠了，浸喺下咧，比如8個位，喺棉花嗰邊，然後黏伊嘅頸。然後時候，格特布魯點知佢喺咧杜咪整固那邊，我整開嘴。哎呦！嗰啲整嘅嗬，卡起來，因為成個哥哥，你看成個都杜咪飯什麼呀？你看。一個 spoon 過起來嗬，係一個 saucepan， 起開水。哦。一煮個夾下啲棉花。伊參伊等陣伊棉花本參落去煮係是伊棉花。不，你看伊夾掉下啲棉花哈，然後伊夾下啲。格特布魯去沾下啲棉花。我沾呀，伊沾我想你講沾。佢隻佢打掉伊格特布魯開啊，打伊棉花啦，黏，然後夾下啲格特布魯去整嗰啲。喲，這個哦。問題伊煮嘅時候變清水去喎。哦。變清水啊！你看，伊就叫。伊無係水啊！伊無係幫行，我無看到，只是看伊都在樣有 cut 伊嘅線咧嘛。然後伊煮變總之貴咧，伊無辣白下面變白色嘅，然後滾水啦。然後是伊叫伊夾下咧啊。你無紅起啊？無咧灰咧，無咧。無下面本無下咧，格特布魯嘅身軀格了無。咦？真係個咧無起嘅。是把蛇剝倒來。哦。然後伊卡入去下咧，你個嘅關那邊。然後伊鎖起來，講一個好多嘅 customer 裡面啊，都是愛擼愛個半死。你奇怪啊！特別我無相信，就是講人哋格特布魯嘅無起，變做水。夾尾嚇唔知，夾尾樣出來啊！是伊 explain 咯，你喺啲那邊都 explain 啦，伊做都冇計。然後伊出來 follow 是伊師傅 explain 啊。嚇，伊 explain 講佢哋阿媽，所以伊會先食老了嘅，話都看伊面啊無嚼下面，就是伊青山老了。然後伊講伊就是用一個查某嘅加了嘅，佢哋有法嘅回聲來換這個物件。哦，所以免小女是。嚇！你講呢種人就是講咧，就唔知講人係假路下面。哦。No, I don't think so. Unless, I doubt it. 幾了。有個一個時候你人講。誒，等我問你 ，OK 啦，即係咱是個 subject only 咱 discuss，咱特定講嘅啦，我唔應該掉入邊嘅。你是講啦，查某若是剛剛做啦，做到我個女嘅是條嘅，伊嘅女嘅變 straight 咗。
我哋都嚟講話。我都冇相信那款物件誒。冇啦，你食到我係那是剛剛好。哈，意思個路。我拗你就好了啊，我拗你啊，你講啦，我要影響我做我拗啦。Maybe 誒咯，你只 confuse 咩數啊？唔係講到崩西個冇數了。我唔知可能冇聽到啊！我哋對咧 opinion， 你講你那是你接到雜文那是剛剛嘅事，你會變咗 strict 咗。未啊，未啊！唔知有打波，唔知有那是姑姑啊嗬，你唔知有那是姑姑啊？那是姑姑啊，按做做。那是波啦，你叫你活嘅掛掉嘢。冇啦，因為冇，你爛嘅配，你掉一開，แล้ว知背咗去。哎呀，嘅料，呀，你 lucky 啲，你係配。Oh my god！我想掉個假甜了。哎呦，嘅料，哎呦！我哋嗰時係嘅知識啊。Oh my god！ Please！ 我是奇怪，佢哋真正嘅係咪比賽？應該是只個呢？嘅料，哦。誒，主要變白嘛，變冇。變下變掉主要變青魚咯，呢個係度啲慣類咯。Oh my god！安尼可能物件真正啊，望去看不望去學，可能啊，你講去看對，你對嘅時都死嘅，你啊。係你我較驚，特別你講起嗬，你講起你看啊，我個成個冇咩相信，因為我冇咩。enjoy 嘢，我想冇咩痛。我同你講，是我古早我做工嘅時啊。我人特，你就係我一人查某爾，我 office 跟了是阿 boy。แล้ว我人特過去 meeting 時，即係人大家打波嘅了我愛去我。去查某？Because 嚇，了阿妹時，幫工啊。愛過去泰國嘅啦，咁阿婆呢就是教家了嚇，那一人都我啦，比我唔知啦，一人騙人嘅，我講是隔嘅季節，所以去泰國嘅季節一個對嚟一個對處嘅啦，你知啊？Then特別呢，特貴我是我有資本啊，一人有好啊，對人去嘅。哦。你去到咩單樣啊？冇啦，我去 shopping。我去 shopping。哈。shopping。แล้วก็一個大波呢，伊就是真正好利嘅啦，你知哦？แล้ว伊本。一樣特別啊，店依家我叫我人攞人去 shopping 去食物件，然後一人就一人去吹，就係查某啦，你知哦？所以不要緊，自己嘅事。然後一個大波呢，伊就只貴，自己是往到啲街路位，拄到一人，我人去 shopping 是拄到一人呀。正手攬一個，倒手攬一個啊！然後只大波都白起來跳，係咪這樣咧？看做樣唔是有無了呀？我講你插樣嘅樹都唔是，係無都唔是咱嘅真正，咱嘅管人嘅樹咧做做咩？我別啲亂，我係講唔是樣咧做無好咋，無好講你咪去插一人啊，人嘅樹人咪去管就好啦。所以自己過了真係隻個個喺邊啦。然後自己嘅事。我都好，食飯對嚟，我都要去做外工。有時我阿妹對嚟，我寫個 report 上面了嘛係。我坐落去時，我唔會有人卡門嘅啫。卡門啊，是攞嚟人有這邊一班嘛，แล้ว攞嚟走過來講，我上次拜教樹，你講真係大樹，講係咪樹？你就教我講 out of the 係你正白教人嗰邊啦，去吹雜波啦。即個過了，阿個有一年安尼有啊，แล้ว伊講啊，有一叫啊，甲火聲甲大了嘅啦。伊講伊啊，
大個貴啊來啊，夾伊累個了啊，我夾按掉。冇坑嘅了。啊，學即係查某，上查某嚟呀。哦。了。我講你是，我講伊差不多要退休了，我講要死啊！講那款做嘢無嘛可以學，嘛條車鏡那款。伊講就是講個標記，伊講把如個少，哦150,000，你知無？150,000嗰隻咯，唔是150塊啊！個欠健康150,000。咧伊講我人阿家一條光頭了，伊講安尼啊！我講伊查某住來，伊講。就是拄着安尼款的啦，講係啲着了啦，講又無點對來，點要對來。我講咗人較早無講，講較早我人唔知，把你知着呢，你150,000，就是我人要甲你參詳看安怎。了，我講我變咗做啊，講我都未曉，我講，所以我琴日打電話給我一個朋友，一個你知係你換保姆。伊唔是無，伊穿白嘅。Ustad。我咪講你姐啦。我就打電話伊，我講我未曉半項，特別呢，我朋友甲我講，即個朋友學了，甲了伊累甲了學，一個人了當經過借累學伊個，我講會使看互我者 ，because 即個朋友伊三個男婿呢款呢，啦，แล้วอีก講 OK 我 phone 到對好路，我講 OK 我講路 phone 到對好啊，路別使幾點 because 我要去困了，所以過了1點鐘，伊 phone 到對來好啊，伊講路人是唔是去泰國？伊唔曉啊，我幾人丟起來，知啊，丟啦，我人去泰國，我去食物件咧，都無做半，伊講你無做半行嘛，伊人個了比過你知啊，伊講。伊講即查某做物件互伊了，了伊累等陣去寄互伊，了講變咗做啊，所以伊講叫你朋友，係你幾個去嘅來找我，我頭伊是到落，就即到吉隆坡女朋友，個樣頭嘅啊，個樣頭嘅，到邊呢？OK，你講咯，講我好咯。打電話伊個電話互路人家己去聯絡伊，我叫伊做互路人，我唔知，我咪去插啦，因為我唔是為數嘛，可能人無知着咱們條衰啊，係啦，對，咱參一份去shopping 安尼試幾啊，互伊人一個 opportunity 就安尼款樣嘛，都嘛是互伊啊，然做起啊，好起啊呀，然後特別。你就夾未對啊嘛，當然無帶去欠銀行150,000，我是唔衰。係啦，我忙佚佗，伊人是即查某是出來趁食的，伊唔是袂累，伊唔是袂累人，對。你打不打互伊啊你爾？幾了？所以咪講無事。呀，就出來。講無，即講安尼款誒，我嘛是捌拄過，特別我蝦米 case 我毋知啦，但我希望伊着安尼款誒一個咯，一個卡碼咯。我是想啊，去 business trip 安尼款啊，了你會看到就是好人，就是歹人咯。就是好誒翁，就是歹翁。我甲你講啊，80% 誒甲了無佇去，了咪早去食 breakfast 哦。嗰啲我哋查某成個15歲安尼款樣，有咧暑假40幾歲嘅，有咧暑假15歲嘅，我呢個半年啦，即個是叫做正嘅世界。若是講啊，你想講，你翁咧行出去門口，無頭只，你是騙家己爾。有咧幾個啦，本是老有本有少年本有啦。伊人是只好咯，伊人無在咯嚇，無在。伊講我，你我人嘛插小嘢，你無去咩對你 friend 嘛？伊講哎呀，我無啱樣款物件啦。好咯，你講你老婆。少嘛，看靠吹嘛，喺10幾個內邊有一個安尼爾嘛。兩個咯，拄好有兩個了，差不多。甲兩個查某，兩個查甫去。即其他咩？上地啊？無，這是中國。哦。
點啊？有咧叫中國唔知有公頭啊，像個阿公安尼看嚼一塊一塊啊，本叫佢哋10幾歲啊，看我本來嘔啊。你不是咪叫，不是怎麼叫個少年？你平常只冇人嗌咩？一邊叫雞嗬，一個帶咧雞嚟食。睇我翕樣先，我食袂落。查某婆啊，我不日要講一個叫雞叫狗誒topic 嘅，我不是我寫了我這隻估了在哦，我冇做掉過。做一個 topic 啉酒醉。我啉酒醉下掉，你冇講掉個定件事。OK，咱啉酒醉咧。講佢知道。你要教人叫雞叫阿咩？我要知，我要知看。是無好嘅事就對啊啦。特別我知，我要知講安怎是安怎伊，你安怎去叫安怎 order，你當時學到經嘅嘛 order 嘛，了是做這類，了做啲得落位，你看我要知嘛，我都唔知，你看你咪見。我同你講。叫啊！話古早嘅人嗰個衰，會打波個衰，教伊人會驚安怎去叫雞。對，是咯，安怎無？這物件，你上個人冇講還是無咧？你是 sex ad 嗎 ？sex ad。你 sex ad，伊講即個按款佚佗是正常嘅。你看食曬。應該拍一擺，未得，我未驚。OK， 咁個後面講頭嘅，告訴我講頭，第好就係有講頭，了伊做伊嘅 customer 講頭，你看。所以下巴都唔加去叫啊，嗬。下巴都唔加去，叫個仔，佢個仔，冇人加叫嘅。特別講到對啦，講到對啦，咱人冇未使講看衰，去叫雞人。啊，唔是講看衰做雞，未使看衰做雞人，未使看衰做雞人，蝦米事我甲你講安尼，因為我古早我捌，古早我做雞，是講咧，在掉真正蝦米啊？我甲你講 ，it's not easy 啊。對，我明白。啊，因為蝦米事？你用你家己嘅身軀，你知哦，你家己 self respect，但了落去啊，都是人真正逼着，把你甲有做安尼物件。那是人冇逼着啊，就是冇做安尼物件。就是因為，OK，maybe 特別把你嘅人啊，少年嘅啦，你看伊唔是逼着嘅，伊樣係累。有誒唔是，有影咱講是唔是？特別有天啊，這是逼着，因為蝦米事啊？我捌。拄着即個人，我捌伊個啦，特別我袂使講住人來，因為蝦米事呢？人第含條人啦。對，因為別人，但是伊家己要講是意思，人咪講別人。特別即個人本歸先去啊，所以OK，你講下。伊有蝦米嘛？伊做嘅因為蝦米物件？個驚愛個係你老人厝嘅老人，了伊無讀冊，伊未去趁錢來飼人，伊有破病嘅爸母，伊個有破病嘅伊嘅娘唔掛本破病，了個驚，都你要叫伊用蝦米趁食對，所以我記講。有時催我講話，我甲伊白白出去食，我只甲聽伊，安尼款聽伊講，一個朋友啦嚇，咱無 judge 啦，咱無 judge 嚇，help 而家我捌一道是有人叫我 to the side，因為我做你解介紹一個桌頂，伊是假嘅啊，我講伊是人做假哦，應該是人知啦。有個人知啦，未必無個了人知啦。然後我講，你無問到對下你問人，啊，你就知，你去叫。係咧，我是無問，特別我講一句話，我講你想講，伊未去叫雞，雞嚇你知條，你無知條，我冇無知條，所以我袂使看人無，因為要做雞呢，你就愛有那隻樣，真係冰，你把你個做，你講是唔是？你可能 violate 你嘅 body 啊，我講你唔是真係健康啊，
所以頭一條就是迄個人就是逼掉無才調，巴如甲。袂使看袂起，特別看袂起迄個叫價嘅人。若是講迄個人無叫，伊嘛無才調做，對。所以咱袂使看，我逐個 always 若說想着啊人講啊，迄個假物個了，我 always 甲人講，咱袂使看袂起迄個人做假，用逼着誒，真有影逼着誒。呢是世界第久嘅 profession 就講。一工。第個 profession 咪 also 無法嘛，對，伊是無法伊甲逼着甲做嘛，就人愛做呢。對。馬路幫只隻少年嘅查某做 for 愛買有名嘅 handbag 咯，看咯。你不要叫你查某去做，那是剛剛啊，唔是。唔是，講你那是剛剛嘅，是換 bag 嘅是住啊，唔是公頭嘅是係咪啊？解公頭啊 ？Chanel bag 啊，即刻。你冇聽過迄個故事咩？查某婆講，伊愛鎖，伊愛鎖講。哦，鎖薄薄誒。伊愛鎖講，假使講你查某囝，你囝就去甲查甫人困，所以你愛留甲伊。個大漢嘢就係18歲啊！你個嚟買，你會使 unlock 嘅。你講頭你看嚟。我講聽，你去 App Store 嘅，去poplock.com BBL 不 poplock 嘅 app 係，你 download 咧是 parental control， password 自己。當今 iPhone 10呢個會 facial recognition 攞你。我係查某囝叫人去做 break 人咗好。攞到對呢個叫薄薄。冇一條 hack 嘅事啊，攞條自己。我唔係聽過攞薄薄。我唔係聽過本。薄薄攞，攞佢做隻 app 啊 BBL， 薄薄攞。伊人應該鎖音啊，所以嚟嘅。係咪叫 fingerprint？ fingerprint dangerous 啊！你老了你 fingerprint 啊變薄去啊，看袂到啊，未開，so forever lock 掉去。你講就 lock 咗。你講嘅是一個講頭來啦，嗬，所以人哋係你人未得未。你講突圍接嘅話。你 lock 起來啊喎 provide 更加濾鏡免落人個人困人丟個大漢人有做 the most common 是做人打波嘅人成伊個波愛落伊紅就叫咩口白頭隻就是做這物即個 auntie 是隻 specialty 是做查波嘅伊用甲針布本嘅哦 yeah 你是上人來冇這唔是這是正當嘅唔是人哋 forest 嘅正當是 forest， 誒，我咪問你 lock 打波嘅，lock 打波人做下，你講下。lock 打波，你定知啊？你地球鐵。你相信我做，係做正嘅，甲做寫嘅嚇。冇上一排。冇上一個經嚟。哦。你驚嚟，我講你聽，你是古早話講，特別教我人講，伊講啊，上一個驚啊，會做，會正行，會斜行，不會做寫，因為蝦米事呢？你而家嚟做寫咪變寫咯。可能 intention 咯係啊，你上一發事，你用做好 intention 跟做唔好 intention 是相。對，特別上一個物件來，你知哦。伊唔是另外一個，所以人講嘛，係Satan啊，伊本是老人 in this way 嘛，對唔對？我是咪再講你喊數薄薄，然後你看數姑姑，按照數一個姑字 ，I think 是做開一邊。是暫定呢，唔知我特別是做開伊嘅打波被。伊咪較冇 interest 甲別個查某伊袂做，伊冇 interest 嘅啦，冇 interest 對別個查某袂想我袂愛做甲別個查某。Whenever 伊想，我呢想對伊冇呢。伊對係伊冇嘅 serial number 就去，伊 IMEI number 係去啊是，你可能 activate 一個呢，你一條 SIM 卡呢，伊等我。搞啊嚕！但係你可以使鎖出來。
有你等我耐性格啦。你睇我應該對我性格嘅看，伊贊成我一個對，美國調，係個調嚟，一個調。媽咪，有人一做一發數做一下，你數你哥哥，你近嚟loyal to 一個人嚟哥哥。Chastity Belt 啊，即係無限情嘅，就是就對你 imagination 嘅款。virtual 嚟啦，virtual 嚟。你白情了嘅。我發咗只係用鐵做嘅。你都定知係 virtual 嚟，鐵嘅冇，伊個坑你伊是學查某情嘅了，你情啲我捌看過。查某情嘅時，伊有一個尖尖嘅，成個喙齒嘅呢，伊個薄薄有邊，了伊尖是去內邊時，特別伊查某情嘅時啊，佢無蝦米坎坷啦 ，because 伊個薄薄嘅掛口，了伊杜接啦，特別人那是一接就未出了。呀，接啊，未出了。because 伊個尖啊，伊個尖啊，會拍起，你要掉落嚟出嘅時啊，伊個潛掉咯。潛掉咯，嚇。即是地殼嚟啦。伊成個地殼啦，內邊殼，你情內邊了。因為你大半若是偷掉，你地殼咪冇啦咯，咪咩？就是鎖掉嘅咯。要鎖要落嘅。鎖匙嚇，要鎖匙要做白。嚟嘅嚇。即係白落。你有按照講按照講白落鎖匙頭啊。鎖頭。我第一次我看係什麼嚟？係你啦，你鎖婆婆。哦。愛看啊，想同我借可以。我 Facebook 錄緊啫。我之前少兩個難怪。那我看到。當我看我 share 咗 screen 嚟看。如果要對 Chinese 你要吹咩？你都不要睇得難字。On FM 啦，我啲 app on FM 咧，而家有估嘢未嘅，about Supernatural 是 01 start 嘅，我唔知寫咩啦。如果教我可以吹掉啊，你厲害哦。我估啲看 Supernatural 未嘅，你唔會嚟睇我播。你看 on FM 啊 ，actually on FM 伊嘅物件你會相信無？為了物件怪 BS 咯。但係我看即個阿姨，你做 business 應該 OK 啩？我有style看吼，伊樣去間厝哦，講甲伊厝規時幾貴個了，成都內面冇貴嘅喎。到間厝都看到都一個 episode。我看人寫出來，但我吹者，我吹一下咯。我相信成都內面嘅貴嘅，我相信，我聽過嘅。唔是即個我係說白嚟物件本是安尼看嘅啦，關係到安尼看嘅。然後伊講，你無垃圾你成都嘅物件地派嘅咩？而且唔是你成都派就幾大啲你成都啦。呀，你唔做你物件派。伊係比你闊。講到成都嚇。伊是伊嘅親戚嚟嘅，古早伊嘅阿你馬定攞嚟。講到成都啊，我未諗啊，讓成都有成個講，攞住把拍唔見物件，還是吹到你成都裏面。住把吹。So 死我先 handphone 啦 so 死啊係都成冇是你嘢物件就去你是嘢我看就是落物件我是嘢 grocery 嘅上面堆來時候但係啊是做隻 so 死啊物件然後去髒掉啊後然後嘢物件去成都咧是你放到啲成都嘅架裏面都未記嘅咋所以你去放物件時去吹波 so 死應該你就是到啲成都裏面好彩你冇驚啦你驚你掉啲成都我當見就是我吹物件吹波我少去成都去吹過是到啲係你賭咯，還是咧係賭啊，係沙還是係豆啊，係咩賭啊？我小起來呀，我嘅朋友有一個朋友，伊一人大嘅查某嘅啦。然後伊嘅厝無咩 starting 嘅時無咩解釋嘅，干那伊嘅第一大 investment 都是伊成都，伊成都大粒迄種嘅。然後我開起伊成都，喂，鎖匙啦 spare key。我隔離係啲成都嘅位，因為我講什麼係正，伊講。財政嘛未寫啊，你有攞未寫過，我未寫到。我無夾抓，actually 我捌看過人叫人笑，就講你要見人拍槍擼嘅時啊，人無去吹就是成都咯。唔對本。你使嘅你唔驚笑到啲你肚袋啊？
會見嚟 GST 嚟。你劍氣啊，喺度啲肚袋入面啊，一解 freeze 起來咯，一冇人吹咯，就人去吹肚袋，你hand到啲肚袋入面跌嚟就隻 back 嘅嘛。我嘅吹你吹肚袋，再都笑掉。喂，肚袋入面有劍條啊！把子都夾出嚟情字啊，肚袋邊。OK，咁咧，要小酸，就是要講爆槍講鬼嘅嗰時冇小酸，驚知你落卡丁就冇，我肯定冇影數。當個就是要講鬼嘅時候公頭嘅面，我。或者講啦。或者講 OK，這禮拜咧，就是往一拄好今年無拄到新正錄音，個無拄到新正棒，即係比如說是貴啊，新正頂一禮拜是貴啊，10個啊。這禮拜甲他們聽鬼嘅故事，同平時是2個月，可能是新正是無落啊嘛。這禮拜有落，咁上位特別嘉賓咧，就是大媽唔知有人走去我知道，羅雷米咯，甲我哋都啦，我哋都冇咪講到，甲歡喜啦，然後甲查某寶啦，甲加工，甲英國中，個有大粒頭。感謝這禮拜人收聽幾個數，禮拜人佢哋講把報上話題。Actually 其實下禮拜有隻我上邊落就嚟講 about 爸爸按咗個囡仔，然後個王是 special need 嚟囡仔。這裡我比講未起來講，所以我是會介意落這裡，所以我特別注意聽 educational 教育教啷啫。OK， 拜拜，禮拜再見，拜拜，拜拜。OK， 當今另外一個話題。不過當今講生日等陣我琴日先即係生日先嚟即係六條人咧，即係頂禮拜，必須你實第一就整看頂禮拜，不過一並咧你實第一 subscribe 時第你整嚟講我有限條落音嘅時講我先啊，必須係時講，拜拜。